各位觀眾，如果你而家係考慮緊退休之後返嚟中山過一啲休閒寫意嘅生活，咁港口鎮呢度可能會係你嘅選擇。由香港出發，經深圳灣過關，大概需要2個鐘就會到達港口鎮嘅上城世紀車站。由香港搭中旅榮里嘅直通巴士返到嚟港口鎮呢個車站，一落車旁邊就會見到一個環境咁優美嘅濕地公園，而再行嗰啲就係我哋今日準備去參觀嘅屋苑保利國際。各位，今日嚟到中山市嘅港口鎮保利國際，係一間二手全新嘅單位。點解叫做二手全新？因為業主買咗返嚟，仲未裝修過，仲係清水樓嘅格局，同新樓分別不大。呢度大概有1300尺，3間房有套房嘅設計。係啊，全清水樓毛坯嘅狀態，你中意點裝修都得啦。呢度嘅價錢仲要係600蚊一尺都唔使啊，係咪幾筍呢？呢度嘅單位仲要係南向長陽台嘅單位。呢度係全毛坯清水樓嘅狀態，但係正正就俾我哋睇到樓宇嘅真實質素。再做返你中意嘅裝修，都只不過係百零蚊一尺。呢度係一個南向嘅單位，同對面嘅樓間距亦都非常之寬闊。睇返嘅係我哋來源嘅景觀。雖然今日落緊雨，但係南向嘅採光度都非常之唔錯㗎。而我哋呢一個嘅露台係長露台嘅設計，伸延到去我哋其中嘅一間客房。既然清水樓冇咩好睇咯，不如我同大家去睇下周邊嘅環境啊。首先由屋苑慢慢行過去，就會有一個叫做萬文匯嘅綜合娛樂商場。呢個商場我哋首先見到嘅會係一啲我哋香港熟悉嘅品牌店鋪。喺呢度仲會有好多各種唔同口味，中式、西式、日式食飯嘅地方。每日試一間都可能真係要試好多日㗎。而最重要，呢度有一間2層高嘅超級市場，鮮魚、鮮菜、鮮肉或者我哋平時要用嘅日用品，全部都有齊晒。而且仲會有一間戲院，一間健身會，仲可以唱下 K、扮下靚。無論男士、女士，甚至小朋友都可以揾到佢想要嘅嘢。附近亦都有一間類似香港維康百佳嘅本地連鎖超市。如果鍾意煮返2餐嘅，呢度仲有2個生鮮嘅街市，要煮乜嘢你話事啦。唔想煮飯嘅，想日日出街食，呢度仲有好多各種各樣唔同口味嘅小店。亦都會有一啲好受街坊歡迎嘅酒樓。最特別嘅係有一條夜晚6點後先開始營業嘅晚飯宵夜街，我相信一定可以滿足到為食嘅你。Touchwood 有咩頭暈身㷫，呢度仲有藥房、牙醫同埋街坊嘅診所。呢度單位只係需要70零萬嘅人民幣。你哋鍾唔鍾意呢？鍾意嘅話俾我聽啦！我係由香港嚟嘅釘爺，希望大家能夠繼續關注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中山食好住好，揾釘爺啦！下一集我哋再見啦！